Hello，大家好，今日將會講下苗金鳳離世，一水隔天涯。喺我哋未講之前，請訂閱我哋噏下講下嘅頻道，請點讚、留言、訂閱同埋分享我嘅影片，多謝各位。如果我哋講苗金鳳啊，我哋就會諗起苗金鳳好美麗嘅樣啊，原來苗金鳳已經80歲咯。咁苗金鳳咧喺6月25日下午3點鐘係離世嘅。咁呢個可以講話一代嘅美人啊，苗金鳳。當我哋講苗金鳳，我哋一定會記得佢呢一部嘅電影啊，一水隔天涯。我哋見到當年嘅苗金鳳啊，好靚啊。男主角嘅咧就係張英，女主角嘅咧苗金鳳。苗金鳳嘅演出啊係好入屋嘅，好受人歡迎嘅，而且係當年嗰個電影啊都係反映出當時嘅社會。咁苗金鳳飾演嘅歌女啊，亦都受到社會人士嘅歧視啊。咁而佢嘅婚姻亦都受到門弟嘅分歧嘅阻礙啊等等。咁喺電影中啫，咁呢一部電影一水隔天涯啦，相信佢嘅歌曲啦同呢部電影咧都係我哋唔會遺忘嘅。咁我哋今日就想講下苗金鳳。咁我哋喺電視度咧都睇到苗金鳳嘅演出嘅，佢拍過好多嘅電視劇。原嚟咧苗金鳳咧係從事呢個拍呢個電視劇。喺呢個街市啊、亞視、麗的、無線幾個台都做勻㗎噃。咁因為苗金鳳咁靚，而且演技咁好，真係咧非常之吸引，而且係時裝又得，古裝又咁靚，嚟睇下。咁我哋可能就會想知道苗金鳳嘅丈夫係邊個咧？我哋喺件圖中嘅咧，右手邊咧嗰位就係白燕啦。咁咧，左手邊咧戴眼鏡嗰位咧就係劉芳，就係電影公司個老闆嚟嘅。咁呢一部電影咧係一個舊嘅報紙啦，咁就係《晚娘》呢部電影咧，咁係由白燕主演嘅。咁老闆當然係劉芳啦。咁劉芳同苗金鳳有咩關係咧？苗金鳳第一任丈夫就係劉芳。咁我哋今日講下苗金鳳。咁苗金鳳咧出生於1945年10月嘅，佢其實出生於香港一個富裕嘅家庭。咁咧有7兄弟嘅姊妹。咁爸爸其實咧係煙草英美嘅煙草嘅大班嚟嘅。不過喺苗金鳳3歲就離世啦。苗金鳳讀完中學之後，就同一位同學仔一齊去尖沙咀行下街啦。咁佢哋嚟到呢間廣聯電影公司啊，哇！睇見招考演員喎。其實苗金鳳都冇心去考演員嘅，淨係想陪伴佢個朋友咧上去嘅啫。點知當時嘅公司老闆就係劉芳啊。咁劉芳咧就叫苗金鳳咧去鑽石山大磡村嘅片場係試鏡。最後苗金鳳嘅演技啊，哇，就係吸引到劉芳咧同佢簽咗合約。當年嘅苗金鳳只係17歲啊，就開始成為粵語片嘅女主角。咁我哋都記得苗金鳳拍好多嘅電影啊，好多時個角色都係楚楚可憐。咁苗金鳳可以講話係俾我哋覺得好同情佢啊，而係一種對佢一種好愛護、好喜歡佢嘅咁。而苗金鳳咧，即係吸納咗好多嘅觀眾。苗金鳳早年嘅拍檔咧，就係丁亮、張英。
亦都有周聰啊咁。咁我哋仲記得苗金鳳同張瑛合拍嘅一部電影《一水隔天涯》。哇！呢部電影咧，簡直咧係喺幾十年來咧，冇人話唔認識呢部電影。咁另外呢一部電影，相信大家都可能喺啲舊嘅粵語長片都睇過啊。呢部電影叫《珍珠淚》，亦都係苗金鳳嘅成名之作之一嘅。咁啊，片中我哋可以見到丁亮係男主角啦，另一位重量級嘅男主角就係吳楚帆。咁呢部電影咧就係女主角就係苗金鳳啦。咁亦都係講出當年個年代咧拍電影啊個背後嘅黑暗啦，有啲土豪惡霸就好似吳楚帆飾演戲中嘅角色一樣，控制女主角啊嘅命運啊等等。咁呢部電影咧相當之吸引嘅，而苗金鳳咧係楚楚可憐嘅樣咧，佢嘅演技咁精湛咧，都係令到我哋咧好喜歡呢啲電影。咁其實苗金鳳亦都有拍喜劇嘅喎，有拍男男女女嘅搞笑嘅戲劇嘅。咁我哋見到咧苗金鳳咧，簡直係宜古宜今啊！尤其是佢啲民初裝咧，哇，真係好靚，可以表現出中國婦女嘅一種嘅溫柔婉順，一種嘅咁優美嘅性格。喺1970年嘅時間咧，苗金鳳咧就入咗無線電視啊，去咗佳視啊同亞洲電視，佢咧就冇再拍粵語片啦。咁逐漸咧，苗金鳳係投向呢個電視界方面發展。咁苗金鳳亦都拍過好多部嘅電視劇，非常之著名嘅，好似萍萍、我的一生、雲娘、洛神。話洛神呢就係古裝啊，雲娘都係古裝。咁亦都拍過創業興家多部嘅電視劇。苗金鳳喺1978年咧拍過大亨，亦都轉投亞洲電視拍過奇女子、俠盜風流、大內群英兒。話我哋可以見到咧，無論喺邊一個台咧，都有苗金鳳嘅蹤影。佢拍過嘅電視劇咧，真係好膾炙人口。因為苗金鳳自從17歲已經拍電影啊，佢嘅演技嘅磨練啊，真係精湛。咁佢嘅電影啊，我哋都係可以好多時咧可以翻睇翻喺YouTube 嘅頻道啊咁。咁其後苗金鳳啊，亦都係由於年紀方面咧，佢喺1980幾年咧已經開始係演慈母啊、阿姨啊嗰啲角色噶啦。咁佢喺1980年拍過《勢不兩立》啊，同埋《第三類法庭》、《烈火雄心》等等，哇！真係大受好評啊！苗金鳳嘅演技非常之精湛，真係佢係拍電影、拍電視劇，將佢嘅演藝嘅事業啊，係每日都係練習啊，真係熟能生巧。佢嘅演技咧係到高峰，咁受到大家嘅喜愛。喺亞洲電視，佢亦都拍過《快活谷》啦、《萬家燈房》等等嘅電視劇。而其後咧，佢係喺2013年咧，佢拍過《女人俱樂部》。咁亦都喺2014年拍過英皇娛樂製作嘅舞台劇《杜老誌》。咁呢個咧就係最後苗金鳳咧喺舞台上面或者係熒光幕前嘅最後嘅表演啦。咁苗金鳳咧就係跟住咧佢咧就過住退休嘅生活。咁我哋可能咧就話苗金鳳佢同第一任嘅丈夫咧離咗婚之後咧，
佢曾經係有第二段嘅婚姻嘅，即係嫁咗俾一位澳洲華裔嘅醫生，但係由於苗金鳳咧唔係咁適應澳洲嘅生活啊，結果咧佢就係選擇離婚啊，咁咧翻嚟香港嘅。咁苗金鳳咧就係喺2026年嘅6月25日喺將軍澳醫院咧係病逝，享年係80歲。咁啊，苗金鳳嘅電影啊，我哋都係隨時可以揾到佢好多嘅電影。咁其實苗金鳳咧本身個名就唔係叫做苗金鳳嘅，我哋咧都唔知苗金鳳嘅真名，原來有真名，佢本身唔係姓苗嘅喎。苗金鳳只係一個藝名嚟嘅啫。苗金鳳本身咧就叫做林慧珊，佢拍嘅第一部嘅粵語片啊，亦都唔係一水隔天涯啊，而係叫做相逢愁。當年啊，苗金鳳係17歲。咁苗金鳳啊，呢個名咧係邊個幫佢起嘅咧？就係佢嘅前夫，亦都係當時嘅老闆啊，劉芳幫佢起嘅。咁苗本嚟咧就係俾佢個名叫做苗銀鳳啊，但係銀字啊覺得金字仲響亮過銀啦，咁所以叫做苗金鳳。當然苗金鳳覺得呢個名啊係幾俗氣嘅，佢自己都唔係咁喜歡啊，但係礙於老闆同佢安嘅，咁佢就接受啦。苗金鳳咧拍過好多部嘅電影啊，相信你哋一定睇過好多部，包括咗《雙鳳愁》、《千金之女》、《彩鳳驚魂》、《豪門怨》、《香港屋檐下》、《珍珠女》、《一水隔天涯》。哦，原嚟1966年拍噶啦，《一水隔天涯》。仲有《毒天使》啊，嗰陣時非常之著名啊呢部電影。咁咧，亦都拍過好多部嘅電影啦，有《都市情緣》、《勢不兩立》、《終身大事》。苗金鳳亦都拍過好多部嘅無線嘅電視劇啊，《雲娘》啊，《梁天來》啊，《洛神》啊，《民間傳奇》啊，仲有拍過《七女勝之苗金鳳》嘅。咁啊，麗的都好多啊，《奇女子》啊，《大內群英》嘅續集啊，《甜甜24味》啊，誓不低頭嘅續集啊，好多部劇集啊，萬家燈火啊咁。我哋見到咧，苗金鳳啊，無論喺電影同電視劇，我哋都可以見到苗金鳳精湛嘅演出。眨下眼，苗金鳳已經係喺呢個影視圈咧度過咗幾十年，而苗金鳳離世嘅消息咧，我哋都感到非常之哀悼。咁我哋都會回顧苗金鳳過去嘅電影同埋電視劇。苗金鳳對於粵語片同電視劇方面嘅貢獻係好大。好啦，我哋今日講嘅係咁多，歡迎大家將你嘅意見寫喺 comment 嗰度。如果喜歡我嘅影片，請點讚、留言、訂閱同埋分享我嘅影片。多謝各位，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